根据内政部的估计，咱台湾伫2026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也就是讲，每5个人内底都有1个人会超过65岁。不过目前咱台湾有真侪时大人要惯习讲台语，是细煞是拢听拢无。台南区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为着要传承母语，第一届找国校来配合，要甲母亲节活动打造做全台语的学习环境。 拿定5花10色的菜色，囡仔念华语无问题，那换做台语煞小可客客。不过不要紧，社区时代真做老师，一个看一个，豆豆甲囡仔开喙讲词类甲俗语，因个传干乐甲红鸭标等古早米，互学生哪算哪学。但是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今年头摆结合国小，甲母亲节活动打造成全台语的环境。以前袂晓讲，但是今仔日学了，我就会讲。 有菜粿、甲金粿，佮有别个菜。我学台语感觉较爱台语啊。今个爸仔母甲少年拢教因着讲国语啦，应该是爱教因做讲台语较对啦，哟，爱学寡台语啦，才会当传承落去啦。 即阵学校拢有台语课，囡仔嘛甲因所学的罗马拼音、参时代互相交流，这嘛形成代间学习的模式。根据内政部估计，115年台湾老人人口比例将会超过20%。在这种趋势状况，乐龄学习示范中心讲，互时代参无共世代囡仔斗阵学习，双方拢有利益，嘛通互时代老化速度变慢。 平常时学的台语，来甲这个社区，看这个老人吼，来搁去做一寡亲子的互动。平常时大拢做无用的，所以嘛无这个子孙的陪伴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咱来看面唱歌。其实咱的脑部吼，毋是讲到老的时阵就无路用啊，就讲你有在运用，伊的头脑、伊个细胞的活化。 对愈呢，活络啊，嘛会当增加因呢，预防伊的失智啦。这届囡仔去社区体验，同学不只是有10岁，嘛有是70岁，大家像妈孙仔互相熟悉甲理解，互母语有一个团团的机会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